BB 啊，你覺唔覺得我最近有啲肥啊好啊，咪係咁， ？BB 啊，咁我同你個 ex 咧，邊個正啲啊各有各好咯，好難比較嘅喎。 ？BB 啊，咁如果我變咗一隻曱甴咧，嚇？你仲愛唔愛我㗎愛。 ？BB 啊，B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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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咁如果我同你阿媽跌咗落水，你會救邊個啊？試下咪知咯，阿媽跌咗落水噶啦，爭你咋？咁你當我冇講過啦。 239醒你，你又掛鹹魚啊？你嗰啲衰仔啊！我要醃咁多鹹魚都為咗帶你咋？你星期一食咩啊？星期一咪食鹹魚蒸肉餅咯，星期二咧？星期二咪食鹹魚煎肉餅咯，星期三咧？星期三咪食鹹魚蒸肉片咯。日日都鹹魚，我就嚟變鹹魚啦！你而家係咪好唔中意我啲鹹魚啊？你唔中意我煮嘅嘢啊嘛？哦，你今晚唔好食啦，你今晚出街飯。唉，呢個衰仔啊！你出街飯。 239醒你。